来关心桃园病院的消息，桃园病院清零计划最后一天，全院2136个人由急诊室的医护人员轮流协助采检。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王必成讲，采检的特殊真好，而且进度超前，中昼采检就结束啊。目前呢有900多人采检 PCR 拢是阴性，其他采检的报告伫这2天拢会出来。有关这个个已经注文，不过呢无去采检的人。无去的，当然会发通知予伊，后续交由急诊室的人员接手来处理。你10点钟以前一定给我赶到。桃园病院清零计划上尾一天，采检刚到中昼12点，外包业者赶紧叫看护来做采检。只有半天，所以我剩的人员，我当然要催着他们，要赶在10点钟一定要到。那院方是要求我们所有的，就是说合格的照护人员，就一定要做这个筛检。有点担心啦，采检比较放心啦，因为万一有病麻烦呢。第3天采检的人数变真少，嘛感受到院内人员的心情小可放轻松。已经连续几天都零确诊，应该是可以说心情没有之前的压力了。第一天大家都很踊跃，然后再来陆陆续续，因为有的人是有上班，有的人没上班嘛。那上班的话，我们就是自己要轮流替换。嘛，因为是上尾一天，来指挥所开始整理无来到现场采检的名单，呼吁未来采检的人要赶紧转来，就惊搁继续前会影响桃园病院定营运的时间。若刷落来，卖交予急诊室来完成检验。